有真侪人排队饮料店，所标出店员较紧，敢乃才暂停营业。外带的啊，或是请外送的人还蛮多的，会蛮担心的，所以我现在大部分都不太会去买手摇饮之类的。会烦恼是一定的，毕竟新北市2月初9标出饮料店可不可完工较紧，主要拢伫第一线接触人客，就惊病毒透过接触传到规个社区。他有摸过外面这个饮料，然后假如顾客拿了饮料，然后自己再去摸自己的眼鼻口，比较可能这样传啦。那当然面对面的时候，只是戴着口罩，当然还是有机会传啦。夜钓卡业麻烦个案自2月初开始，捌去过袂少人真侪所在，包括麦当劳、莱尔富、7， 还有全联。不过主要也是拢伫上班的可不可是指中型店，一摆拢至少8点钟以上。新北卫生局嘛透明采检19位接触者，搁掠到1位愈完工较紧。昨天有一个快筛今天确定是 PCR 是阳性。那这个同事有在春节有南部的旅游史，所以他的感染源我们还是在一定要把它厘清，把来源找出。另外是伫隔壁的台北市，虽然昨无增加确诊者，不过却增加外县市确诊者的卡业，敢会影响到后礼拜台北市未解封的行程？讲了吧，观察到15号。所以我说，如果要动作的话，下礼拜2开始，就 New Normal 新常态，就是说我们要有个应变的能力，所以说随时观察变化再决定。新常态生活凡细全民拢爱适应。台大前感染科医生林世平就认为，未来社区有懒散的个案拢是正常的，不过主要也是要观察疫情敢有指数性增加，若是无，民众就会当较放心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